歡迎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。今次呢集係 AI 發聲，配有中文字幕。如果你哋對我哋嘅節目有乜嘢意見，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，等我哋可以有改進。當然唔記得免費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。多謝晒大家嘅支持。呢集係來自獨立報嘅報導。英國政府為咗減少因疫情封城同考官罷工造成嘅路試積壓，改咗取消考試嘅規矩。由2025年4月8號開始，考生要提前最少10個工作天先可以取消或改期，唔可以在3日內通知。呢個措施希望鼓勵考生準備好先去考，避免浪費試位，同時縮短輪候時間。政府仲增聘450名考牌官，並加強駕駛學校預約考試嘅規則。舊年有6萬個考試時段因考生缺席而浪費，當局希望透過新規則改善情況。詳細新聞內容，英國想學車考牌嘅朋友要留意，政府為咗減少因為新冠封城同考官罷工造成嘅路試積壓，改咗取消考試嘅規矩，考生要提早多啲時間通知先得。由2025年4月8號開始，喺英國想改期或者取消駕駛執照路試，考生要最少提前10個工作天通知，唔可以再好似而家咁3個工作天前通知就得。呢個新措施係由英國交通部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供，目的係希望可以鼓勵學車人士等到自己真係準備好先去考，唔好臨急臨忙先取消試期。新政策要求考生提早取消路試，可以等其他考生補上空檔，減少大家等考試嘅時間。呢個係政府計劃縮短路試輪候時間嘅最新一步。政府由舊年12月開始已經積極應對呢個問題，包括招募同培訓450名新考官，亦對駕駛學校預約考試嘅服務訂立更嚴格嘅規則。根據去年12月紀錄，英格蘭考路試平均要等近21星期，蘇格蘭要等超過15星期，而威爾斯都要等成13星期。導致積壓嘅原因有好多，包括疫情期間封城令到大量考試取消，同埋考官發動工業行動等。負責道路未來發展嘅部長李連格連活 Lillian Greenwood 話，今日宣嘅措施係縮短考試輪候時間嘅重要一步，確保已經準備好嘅考生可以更快安排到考試。佢仲話，呢啲新措施可以確保考試時間用得其所，避免考生臨時改期，影響其他人預約。其實喺2025年，英國已經有大約6萬個考試時段白白浪費咗，因為有考生唔到場。呢個數字等於45個全職考官1年內可以應付嘅考試量。英國駕駛與車輛標準署 D 實行政總裁賴達 Lode Ryder 話，新措施可以鼓勵考生早啲改期或取消考試，等我哋可以將時段讓俾其他人。我哋會繼續努力縮短考試輪候時間，確保學車人士準備好，駕駛安全先去考試。目前平日考試費用係62英鎊，而夜晚或者銀行假期考試就要75英鎊。但市面上有人利用自動軟件，一見政府放出新試位就即刻預約，然後轉售俾心急想考牌嘅人賺錢。呢個問題亦都備受關注。根據新規定，如果考生因為病、親人離世或者駕駛執照俾人偷咗而冇辦法應考，就要正式申請退款，唔可以即取消就拎返錢。呢集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聽或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